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42112例本土病例，有85个人死亡，是6月以来上济一天。7月嘛是还阁继续刮嘴暗。中国禁止台湾石斑进口，佮表示台湾的四盘鱼、白带鱼的包装嘛验出病毒，也毋过咱的检验并无问题。明年要实施国民法官的制度，地方法移动的准备，传出讲桃园有一个上百岁失智阿嬷收到3届担任国民法官的通知。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42112例本土病例，有85个人死亡，是6月以来上少的一天。中当前是有227例。指挥中心宣布讲，7月初一开始要维持防疫措施，嘛是爱阁继续刮嘴暗。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甲售后人员对7月初一麦当开始注第4档的疫苗。另外，头一批 Novavax 疫苗504000档，明仔载就送来台湾。7月初8会当开始注咯。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数是新增加的42112个，境外移入的有92位。那死亡的案例呢增加了85位，中重症227例。那今天的85例的死亡个案，这个也是我们6月以来这个死亡人数最低的一次哈。那我们今天没有儿童或者是青少年的死亡或者是重症的案例。从7月1号起，我们是暂时先不改变。7月1号起，扩大实施机场港铺居家检疫。航空机组员及机构与社福照护系统相关的工作人员，第2次追加剂的相关的接种对象，明天上午有首批的 Novavax 的疫苗50.4万剂会抵达台湾，所以预计7月8日起来提供接种。再来看指挥中心统计，今年有49万的12岁以下囡仔确诊，有部分囡仔是有密斯氏导系统发炎症候群的病尾，大病院就处理15个密斯氏的案例哦。医师嘛提醒家长，囡仔染着病6礼拜内，若是有发烧、出热啊、活动力无好、放尿减少等症状，就要赶紧去看医生。医护人员3个月报翁仔，互6岁瑞瑞真欢喜。事实上，今年5月初，瑞瑞才确诊新冠肺炎，6月初佫出现发烧、目睭红、昏迷者的症状。送医诊断是密斯氏，抑佫带入要家护病房急救。想袂到同一时间，4岁小弟也被诊断是密斯氏，互做妈妈真着急。好在在经过治疗了后，这2兄弟拢天康复出院。6月6号送急诊，就6月5号到6月6号24小时里面，他就是全部的症状都出来，然后他也发生了心脏衰竭，甚至是休克，所以住进加护病房。台医疗团队表示，所谓密斯氏囡仔都系统发炎症候群，致病基转可能是新冠病毒攻击人体了后，有特殊体质的囡仔产生免疫风暴，造成全身系统发炎。以台病院为例，已经收治15名密斯个案。年岁中位数是6岁，拢无做过疫苗。伫确诊了后，20到30天出现发烧、红皮、阿妈滚、淋巴结症、甲腹肚疼这的症状，各6人差不多4成囡仔捌昏迷。国外报告它的死亡率大概是2%，有没有后遗症取决于说你是不是有快速的诊断跟治疗。医师提醒家长，密斯较会发生伫18岁以下囡仔或者是青少年，而且影响到囡仔心脏功能。所以囡仔染疫了后6礼拜内，若会发烧、合并出片、目睭红、肠胃道无爽快、活动力降低、热量减少，这症状都要提高警觉，较早去看医生检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未少囡仔为着病引起脑炎哦，有一个2岁弟弟确诊了，一直烧袂退，目睭各拢是白磷，后来是去病院，嘛确定讲是脑炎。医师嘛提醒讲，因为囡仔脑部在发育，若是有抽筋、规身躯皮皮出、目睭怪怪、规个人硬气等症状哦，一定要赶紧去病院。欢喜牵爸爸手准备出院。2岁生可的弟弟进前确诊了后第3天，雄雄发烧到41度，而且还佫出现会吐、意识无清楚的现象，亲人赶紧带到病院去诊。他意识模糊了，然后四肢瘫软，比较没有力。
然后就开始眼睛往上掉，然后就有点不舒服。那个时候就直接送医院。医师发现有小可脑水肿，怀疑确诊并发儿童脑炎，所以马上带入去加护病房，使用瑞德西韦等抗病毒药物来治疗，脑压才慢慢恢复到正常范围。很快的时间内，把瑞德西韦、类固醇、免疫球蛋白就是直接治疗给这个孩子。所以其实孩子的反应也蛮好的，也很快症状就被我们压下来。大脑是全身各器官加意识状况的中心，因为囡仔脑部发育也无完整，所以较互病毒入侵脑部。若出现全身揪紧、眼神唔对，甚至黑白讲话、吐甲真厉害这症状，拢会注意囡仔可能是并发脑炎，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高烧不退。意识状况改变，没有反应，出现抽搐癫痫的症状，眼睛往上跳，全身很紧绷，或者是有一些抽搐，就是一直到抖动的情况。这一类看起来跟平常很不一样的表现，你到强烈怀疑，小朋友的脑部受到影响了。虽然可弟弟平安康复，不过医师医院会伫门诊继续追踪，因为囡仔脑炎临床经验无够，为囡仔可能会产生后续痒痕或是长期头壳痛这病尾，拢需要搁长时间的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若禁止台湾石斑进口，佮表示台湾的四半鱼、白带鱼的包装嘛验出有新冠病毒。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昨暗时表示讲，咱嘛有采验这8件产品哦，拢无验出病毒。部长批评中国胡乱指控，也毋过国台办今仔是强调讲，因的一切做的拢是合法佮正当。中国国台办进前讲，自台湾进口的白带鱼加四半鱼的包装验出新冠病毒阳性，所以暂停相关产品输入1礼拜，引起大家热烈讨论。卫生部长陈时中二尾暗时阵出面反驳，讲经过采检国内8件四半鱼等类化的包装，拢无验出新冠病毒，批评中国无端的指控造成贸易的障碍。好，那总共我们采了8件产品，内外包装34支。涂抹的检体，那检验结果皆为新冠肺炎病毒核酸的阴性，不断做这种无谓的指控，那做这种不当的，这样在贸易上不断的一个手段，我们认为是极其不当。但是中讲世界各国只敢中国有冷冻食品外包装被验出新冠病毒阳性，咱这边出口时阵拢无，若是进口时阵有，是不是当地应该做更加侪食品的管理？也毋过国台办离稿回应讲，一切拢合理正当，也讲早就向台湾方面通报。刚刚上台前了解的消息台湾有关方面并没有就相关情况进行反馈，所以我们本着生命至上的理念着眼于切实维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对于进口食品采取了有关的监测措施这是完全必要、合理和正当的。中国进前以验出禁药为理由禁止石斑鱼进口，农委会讲经过抽验并无验出，希望会当恢复进口。国台办表示，伫咧最近，如果自2批台湾进口的石斑鱼内面验出禁药，说明问题根本就无解决。另外，所谓假性的乌号也有照牌这款乱象，拢是民进党当局监管不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2岁查甫囡仔恩恩的争议个团消，指挥中心昨是要求新北市政府提出正式报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早起表示讲，会按照规定来办理哦。恩恩的爸爸讲，希望中央会当用公权力摕到上关键的通联记录来还原真相。恩恩的老爸继续伫咧追查恩恩救护过程的真相。伫进前，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柯调庭的简讯被人表菜。伊讲担心病人延误就医的情形搁发生，和恩恩老爸认为新北市卫生局明明知影延误就医，要求市府讲出真相。面对证据，已经指挥中心要求新北市政府提出正式的报告。新北市长侯友宜离告被问到这件代志时阵讲，照规定办理。因为公文来了，我们能够让这个报告把它写完整一点，再交给中央吧。那会给恩恩爸爸吗？我想这是中央来函。昨天已经出文了，因为我看这段时间有一些事情，就不管是时间序什么都蛮混乱的那可能有一个正式的文那大家将来在看这事情，可能能够在一个比较公平的角度。外界关心新北市政府要交予中央的这份报告，是不是提供给家属或者是对外公布？
侯友宜无正面回应，只敢讲是中央来函。对此，恩恩老爸无意外，讲无望新北市政府公开报告，是希望已经指挥中心透过中央的公权力，摕到相关的坏向通联记录，可以了解代志的真相。从一开始愿意全力协助，到资料缺东缺西，到后面录音档不肯给，到后面完全以不相干的司法，然后进行盖牌的动作，到现在是完全的摆烂失能，然后完全不想理会我任何诉求。他资料不给我都觉得是很正常。针对新北市政府向中央汇报恩恩送去的过程，恩恩老爸质疑新北市政府可能暗看真相，并无确实传达恩恩已经唔知影人分配的情形，一直到代志爆出了，才一直讲白贼。所以要求侯友宜莫阁提基层人员来当，要确实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传出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应该准备参选台北市长啊。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张万安是批评讲，身为指挥官，不应该为着选举离开防疫的工作。另外有风声讲，陈市长的看守已经同意，嘛支持陈市长参选咯。也毋过，陈市长早起是表示，防疫是伊现阶段上主要的任务。正骨流咧走基层博感情。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周万安伊来参加活动，来做伙翕相的伊拢袂体。最近卫福部长陈时中伊无再固定来出席这个防疫的记者会，嘛互外界甲解读做讲是要转任备战首都。对这件代志，周万安甲批评讲，伊是防疫的指挥官，无应该为着选举就来离开工作的所在。现在我们每日确诊数都还是在4万上下，单日的死亡人数都还是破百，却为了选举就突然要离开防疫的工作岗位，这要如何跟人民交代？另外一方面，外口咧喊讲，因某已经点头答应陈时中来参选，陈时中伫个早起嘛亲身来回答讲，无这个代志。防疫甲卫生是伊即马上主要的任务。心态上准备好要选举了吗？没有，我想都还没有到的事情，我们就时间到了会跟大家报告。也未表态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也阁有副市长黄珊珊，伊最近互人加入去行政无中立的风波内底。面对南力议员正大声咧邀疑，黄珊珊伫个28伊去议会报告的时阵，同款无松口，讲这个时间点是当时。年底9合1的选举对卡布局要活咯，双北市长的人选到底当时会当定好好势？民进党立院党团回应讲，这都要考虑到个人的意愿、个人对职务的准备，也佫有胜选率，才会当综合来甲评估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选举对策委员会昨暗决定讲，要建议定调立委黄秀芳来参选彰化县长，总统府的副秘书长李俊毅参选嘉义市长。国民党现任的彰化县长王惠美甲嘉义市长黄敏惠，拢表示讲，因会继续打拼来争取连任。得到民进党选对会建议定调参选嘉义市长，现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李俊毅讲，伊捌做过嘉义市的副市长甲立委，对嘉义市的人口流失甲产业转型的问题真清楚。我们希望用不一样的思维，如何来发展嘉义市，创造嘉义市更有活力的未来。我们如何提供最好的资源，比如说在交通上、在医疗上、在教育上。已经得到国民党提名要争取连任的黄敏惠，是无对民进党要提名李俊毅的代志加做回应，敢若强调会继续顾防疫甲市政。目前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把市政工作给做好，尤其疫情严峻，防疫工作又是最大的考验，所以这才能够符合市民的期待。我们一定要把市政工作做好，让嘉义市超越嘉义市。那民进党伫彰化县这边，虽然前彰化县长魏明国甲前彰化市长邱建富拢积极咧争取提名，不过选对会落尾也是建议定调立委黄秀芳。这个行政效率非常差，那我相信所有的这个民众都有感受哈。那我们未来是一个行动，然后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处事态度。那我们会让所有的县民有感。目前政府推动两性平权。女性、男性能力一样好，民进党会提名黄秀芳委员，就是证明我个人以女性从政、领导宪政的能力获得肯定。
面对民进党要提名同款是女性的黄秀芳，挑战连任的国民党王惠美表示，这代表伊的施政得到肯定。安内卫民国甲区建府知影民进党选对会决定了后，拢表示会全力来辅助黄秀芳。黄秀芳嘛表示会来拜会这两个人听意见，做伙争取胜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今年的热浪日本是比台北更较热。昨东京已经连续第4天温度超过35度，是最近150天来上热的6月。另外，南欧的意大利温度嘛升到44度。意大利中北部的可汗情况是愈较严重咯。离北北华中到12点，温度计显示东京的温度要到摄氏36度，这是连续第4天温度超过35度。不过，这么热的天气也会继续落去。日本气象厅预测30个上悬温度是36度，7个吹日8个是35度。自20到26，日本已經有4551個人掉山送病院，一半攏是士大人。急に停電すると自分たちの生活は困ると思います。で、これ以上もっと暑くなると。もう注意報じゃなくて本当に警報の域に入る本当にそれは現実で起こるんじゃないのかなとは思います。这是日本自1875年以来6月份上严重的连续降温的天气。东京都政府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大部分的电火、电梯拢暂停使用，因为当局警告讲，未来几天电力的供应会真严，而且搁再过无到2礼拜，日本第26个参议院大选就要开始。而这么天气这么热，根据民调，包括电钱在内真侪计销的问题，会影响选民票要投给谁人。也那连同东京都地区在内政客拢要求调降电钱。前民调显示，政府的支持度正在下降。另外，在欧洲、意大利这个所在温度计显示摄氏44度，尤其是咧热到挡袂了，大嘴伫啉饮料、提水向生活顶看。除了温度升悬，意大利也有真侪所在发生可汗、溪水也有水沟拢打起。Certo, c'entra anche il cambiamento climatico. Roma vale la pena, sempre e comunque. 意大利北部的湖已经是史上上低点较低，或者是挖历史上低点。中部的天然水库水位也快速下降。中部的台北河是几多年来低点，阿尼内河的水位已经减半。意大利历史重镇罗马帝国所在地拉齐奥地区，顶礼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禁止看水管压花，也有管小型的游泳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中国目前是全世界防疫措施上严格的国家哦。中国国务院昨晚宣布讲，要放零防疫，要来缩短入境旅客佮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哦，要改做7+3，7天的集中检疫，3天居家健康监测。另外，伫中国的上海哦，今仔开始嘛有条件开放，会当伫餐厅来用餐哦。中国的疫情降温，拜一新增加的病例降到2位数，大部分拢是境外移入的。卫健委伫28表示讲，因为 Omicron 的这个潜伏期比较较短，敢若有2天到4天，所以讲放任入境旅客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就大改做7天集中检疫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对于密切接触者和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天的集中隔离加7天的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7天的居家健康监测。也若一直擘大的密切接触者，嘛对7天的集中隔离，甲改做7天的居家隔离。虽然讲隔离有较松透，不过个对高风险职业的体检流摆，未来会逐天拢甲体检一遍。新方案嘛，甲即个风险区甲分做悬、中、低3坎，来实施相对应的管控措施。也若上海伫6月初1解封了后，规个复工。不过，餐饮业也是禁止内用。上海官方伫26发布消息，表示讲，第3班的指引宣布，29开始有条件来恢复内用。尽快恢复堂食吧，因为中小微型企业生存比较困难。3天的话，频率可以不用太高，以后可以改成1周1次，做一个筛查，筛查到7月底。卫健委伫28通报讲，上海甲北京的本土病例断半数。开放内容，这是强调讲疫情已经较平稳。不过，部分业者表示讲，无清楚相关的申请流程，望讲会当近年来发布实施有效细节。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过来的消息，咱来看台中市宣布讲，公立幼儿园对7月18开始，囡仔会当登去学校上课。伫7月18之前，国小、附设的幼儿园的囡仔，若是有照顾的需要，卖当去学校办公哦。有家长是讲，这款政策实在是真离谱，即打甲囡仔送去学校，随爱去接转来。所以教育局嘛讲哦，若是有特殊的情况，卖当互囡仔规工留伫学校。 7月歇热就要到啊，囡仔要安怎安置，互家长是真头壳疼。台中市府日白宣布，公立幼儿园7月18恢复实体课程。公立幼儿园佮分做国小妇幼甲市立幼儿园，其中国小妇幼7月已经进入歇热。若是家长需要到照顾囡仔，就以办公为原则。政策引发侪家长反弹，去到市长罗秀燕的面册来留言，强调这对爸母拢咧趁钱的家庭来讲，接送是真无方便。 那家长要谁回来接小孩啊？对不对？要上班嘛，那是肯定的。所以半天不方便。当然不方便。我家的小朋友是有人带了，是还好。那当然，如果都是双薪家庭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国小妇幼以往伫歇热拢是提供规工的延长照顾服务。今年因为疫情，顾虑到5岁以下囡仔也未注疫苗，防疫有风险，所以改做半工。毋过，若是有需求，园方会当提出防疫计划书甲家长的同意书，会当延长做规工的照顾服务。疫情虽然逐渐的趋缓，但是因为幼儿园幼生疫苗接种尚未全面化，那家长如果跟学校有共识。 学校可以减负防疫计划书以及家长同意书，续明理由后报教育局同意后来办理全日的延长照顾服务。若市立幼儿园的部分，因为8月才会开始歇热，7月18恢复实体课程了后，拢是规工的教学，所以影响较无遐大。毋过对比高雄市宣布7月开始各种的歇热课程甲活动，只要家长同意，拢会当用实体方式来举办。台中的政策明显是较保守，所以互人批评要开放，煞干那做一半。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民法官的制度，明年要实施咯。最近各地地方法院拢在做准备，传出讲桃园地方法院连续3届发通知，互一个101岁住伫安永院失智的阿嬷哦来担任国民法官，互阿嬷的查囝是真困扰。司法院是出面回释的，嘛表示讲会来检讨流程，嘛要求地方法院爱注意。 伫桃园有一位101岁住伫咧安永基谷东道失智县长的阿嬷，自去年到今年总共3遍收到桃园地方法院通知，讲被抽调做国民法官参加模拟审判。因查某囝讲，第一遍收到就用挂号批向地方法院反映，ยัง个个收到。前几天的时候又收到第3次的那个法院的通知啊，说阿嬷现在要去做国民法官，他就很生气。 他生气说啊，怎么一而再而三的一直寄这种东西来？桃园地方法院讲，相关程序拢是照国民法官法的规定办理，但我也认为有需要改进的所在，建议司法院定相关选定办法时阵，伫第1遍、第2遍审核，剔掉70岁以上或者是重大疾病无做的人。这件事情里面呢，并没有违法或不当之处，但是因此造成张女士的不断收到相关通知使张女士及家属深受困扰，本院亦认为有改进之处。张老太太的家人在沟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扰，司法院也将会尽速检讨改进，请民众安心。国民法官明年就要实施，不过伫咧选任程序引起疑虑。司法院除了道歉，也讲国民有参加审判的权利甲义务。 不过，若是满70岁，或者是身心有重大疾病，无法度执行国民法官的职务，依法会当向法院辞退国民法官的工作，也会伫咧制度正式实施进前，继续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网络有一段影片，迄个超商的店员甲人客包裹乌白蛋，佮用卡打哦。这间超商的总公司是表示讲，这应该是店员的个人行为，会来做处罚。 台南市消保官认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犯着刑法毁损物品罪，买负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超商店员甲包裹摕起来就平对被烫去，另外一段画面更较悍，甲民众包裹平伫涂骹，佮用卡去打，这寡乱摆行为全部拢叫翕落来。最近这画面走漏，民众看了是真害头。民众的一个权利，应
该不是这样子任意的去游玩这样子。如果是我的包裹，我可能会拒绝签收吧。真的很夸张，怎么可以把顾客的包裹全部乱丢，然后放在马桶里面？不只要惩处，而且一定要给社会大众要给一个说法啦。因为疫情关系，民众接伫网络顶头买物件，不过超商店员却出现一款乱布行为。记者是制造方这间超商，这店内还佫放真侪包裹等民众要来领。总公司表示，这个案件发生伫1个月前，也已经处罚相关的员工，也会加强员工的教育。其实这款乱布行为也已经犯着刑法。目前的话，跟顾客已经取得共识跟谅解。那针对这次的突发事件已经违反了我们服务的原则，那也针对该事件的员工进行了惩处。故意的话，已经触犯刑法第354条的毁损一般物品罪，同时要负起民事的损害赔偿责任。消保官也建议民众若准去超商领包裹的时阵，发现外观密密麻麻，会当拒绝去领，而且也赶紧通知这寄的人随处理。若准已经领，建议伫咧拍开包裹的时阵，应该专停录影。若准发现内面物件有损害，就要随来通知寄的人，由寄的人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有8间沙石场长期占用国土的案件哦，业者伫官司拍输了后，麻烦要求讲爱搬走，一寡设备嘛爱清掉。也毋过民众检举讲，有部分的业者甲要清掉的一寡设备待伫沙石内底，佫有人偷排废水。花莲地方法院去年12月底强制听占用东华大桥边国土的8间沙石业者设备，佮要求爱清除地上保证完成点交。毋过经过半年，这物件因为土市场客满，无所在通去，业者也真无奈。可惜啊，因为我年轻受到现在了，还是政府叫我们进来，现在又把我们拆掉。其实我们是要求他们6月30号。之前就要给它清除完毕，但是花莲的土资场的数目有限，环保局还在排期程。个人检举部分业者将应该拆除的暗土，直接用沙石代掉咧，替府会会同环保局去抽验51个所在，果然发现些所在有暗土加废弃物件。担心说业者会借机掩埋一些有毒废弃物，水泥构造物，如果说还没有清除的，我们一定会要求业主把它清除完毕。时代力量花莲办公室发现，场区内底有一间也咧运作的沙石场排废水，无任何污染处理设备，直接就流入去花莲溪。其中一间就是有挖出那个水泥坝体，目前也有几间厂商是没有进行拆除的这个动作。对，那我们也希望主管机关不管是在土地或废弃物都要确保国有地的安全。环保局表示，目前挖出无发现有毒的污染物质，废水排放社甲建设处污水处理科去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新北市的三重埔，今仔透早有一栋透天厝火烧，有2个人死亡，1人受伤哦。消防员初步了解，起火点应该是伫2楼的生命厅，可能是因为电线上过久了，烧拍电哦。也毋过详细的导火原因爱个调查。徛过2楼导火，一直请火出来，消防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牵水线拍火。代志发生迄当阵，住伫1楼厝主的丈母遭到厝外喊救人报案。因为还有厝内人伫咧厝内，小孩子在3楼啊，我女儿已经上去救孩子，她本来是没有事的。等到事发的现场，厝烧甲规间乌麻麻，火疗人员伫咧现场勘查采证，火警是发生伫咧2高透早拄饭点的时阵，徛过一家火死4人是住伫咧新北市三重埔这间透天厝。消防局初步了解，导火所在是2楼的神明岛附近，可能是因为电线伤久才会烧破电，不过详细原因还佫会调查。这间厝的3楼是铁皮搭的，徛过即个一个出入口，内面还有真侪差的装潢，而且囤真侪物件，会拖到真紧，要逃生真困难。他们3楼是铁皮屋的一个隔间，没有对外的窗户，所以他们在逃生的时候，逃生是3楼的后侧是没有对外窗，可以做逃生。我们消防人员也没有办法从外侧进入抢救。厝主甲伊6岁孙，迄当阵伫咧3楼当人救。厝主的查某囝也随自2楼走到3楼，不过3个人被救出来时阵，规身躯真侪所在烧烫伤甲砸伤，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急救了，即个厝主的查某囝恢复性命现象。
这场大火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上局提醒讲，火灾容易引起烟弹效应，烧光气一个高根会走向顶头迄里。所以，若是徛家是较低楼层，除非情形正特殊，大火要逃生的时阵，尽量向下骹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澎湖万华昨有一个12岁囡仔确诊哦，因为血氧的浓度真低，需要急救。澎湖海巡赶紧出动派船去接，大约1点钟左右就顺利将囡仔送去澎湖的三军总病院。规身躯穿防护装备，澎湖望安12岁学生囡仔感染新冠肺炎，合并低血氧，要赶紧送马景的病院。因为本来要协助伊后送的船有其他的任务，所以要让囡仔是妈妈甲随行的医疗人员陪伊，坐澎湖海巡队的巡护艇去三军总病院澎湖分院看医生。本队立即调派线上的352中3艇前往万安，在12时许将伤患、救护人员及家属送至马公，由澎湖县消防局救护车送往医院。囡仔甲妈妈坐伫船艇后甲板的隔离区，以免船舱内面封闭的空间内有感染风险。自望安卫生所通报到后送病院，1点钟左右就将囡仔送到马景。澎湖县离北新增加176例本土确诊，总共死亡人数有8例。疫情也未规个港内，离岛居民的医疗权益，同款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农委会按什么伫婚林土库的溪边设太阳能发电哦，也毋过当地民众是真反对，业者是表示讲，若是民众对电磁波有疑虑，因会来提出科学检验测，互民众放心。嘉南大圳的罗干线土库镇溪边里这段表甲真侪白布条啊，要看有设太阳能板。当地水利署计划伫遮大约1公里长的大牌设太阳能发电，互在地里民是真反对。太阳能的效率嘛无足悬呢，嘛无差阮即地，会足侪所在人做，现在要来做阮即地，所以阮坚决反对来讲，阮的环境，阮家己要保护。即马溪口家己宽，也是搁安尼电筒接太阳能接电筒爆炸，也是共款安尼，所以里面大家会惊。当地里长表示，庄内电塔因为水气重，常常拢有电流声。即马搁要设太阳能板，里面是绝对袂同意。嘛，烦恼世界拢是供电的设备，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今仔太阳能业者是强调，若有疑虑，拢愿意亲身甲里面搁说明清楚。怀疑有问题的地方，我们一一的跟他说明安全上的问题点，还有他们讲的一些危害问题点，我们全部都一一的跟他解释，没有那一些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做好了之后，我们希望说这个空间是由我们来维护保养。业者表示，若超测顺利完成施工，伫咧供电坪下骹的空间会定期拨经费互当地民众做环境整理甲社区运用。毋过有村民共款是反对，讲太阳能板一个拆落去就是20年袂当拆，根本是破坏在地环境。目前双方是还无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华东唱歌队4档前开始就举办在地艺术季哦，随报叫邀请国内外艺术家来遮创作，作品拢加甲大自然有产生互动。这几档落来有袂少市中的观众。今年的唱歌在地艺术季7月7日开始，今年是有10件环保材质的艺术品哦，有新的展览地点，咱做伙来看卖。台东县的管教乌头角是这边中国在地艺术季10件作品之一，由韩国的艺术家伫咧洛亚高台创作，也是中国在地艺术季上南边的作品。向北边行到新良湿地，规大片的莲花池，有4只大蝴蝶的艺术品，加莲花那天形成美丽图案。今年中国在地艺术季这礼拜6开始，主办单位请艺术家讲迄个创作理念。这个鳌冬的部分，我觉得很像一个鸟草的样子。这种我觉得蝴蝶它是比较一个，它在的地方会比较干净，会比较没有污染的地方。今年中国艺术季作品自洛亚一直向北边到海端乡展示，其中5件作品甲去年的创作彩做伙。像去年的鸟咪经济附近有1件新的作品，伫咧一蕊亲像鱼的魂下骹看风景，会让游客家己去想象。这件作品是采伫咧后湖部落，和本来正安静的农村，这么加正热烈。这个消失的部落，因为去年的案件，所以也重新的找出它的活力。这样比较好啊，比较有观光客来这边看啊，很多客人啊。
主办单位追讨保持局讲，疫情这么小可较降来，东部的观光慢慢较热起来，中国的美丽风景，搁再搭配十件艺术创作，互游客当好好欣赏中国的风景。严过这款作品采的所在，拢无公共运输的当到，所以游客若要去看，就要家己塞车。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羽球公开赛7月19会伫台北和平篮球馆来比赛，这届是有27个国家290个选手参加。咱国选手戴资颖、周天成、王泽林佮李阳等选手嘛拢有参加。防疫方面国外选手是拢安排住伫同一间饭店，爱经过喙暖体检阴性才会当参加比赛。大家会好好对加油！人搁伫国外比赛，戴资颖、周天成、王泽林甲李阳摕2022台北公开赛录影片，呼吁球迷去现场支持。7月19开始，伫台北和平篮球场比赛，伊嘛拢会参加。小戴、小天啊，林洋配啊，还有我们防疫计划的选手、潜力选手、优秀选手都会在参与。台湾选手介优秀，台北羽毛球公开赛隔3年才举办，因为这嘛是 BWF 超级300等级的比赛，剩27个国家290个选手来报名。羽毛球协会表示，防疫全部照政府的规定，所有外国选手、各位国外回来的台湾选手，全部拢用专案方式入境。他们到台湾以后，我们会直接到饭店以后，我们就会做唾液的采检。那采检以后，PCR 是阴性的，我们就才可以开放他们来练球甚至比赛。台北的羽毛球公开赛是咱台湾3年来头一个国际比赛，而且咱台湾参加东京奥运的选手全部拢会上场。伊卖票伫6月20开始卖，就4号手了。即阵本土疫情豆豆的等候，球迷嘛等咧入场支持，看咱台湾的选手摕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负责照顾动物的动保员甲工会，今仔去台北市政府申请。这个动保员讲因的薪水上过低了，最高退休嘛只有36000块，所以员工拢来去。伊望讲会当甲台北市教育局协商，来提升因的薪水待遇。薪水不成长，前途路茫茫。大声喊口号，希望台北市府甲台北市立动园的长官应听到因的诉求。台北市立动园的动保员因为薪水上过低，上济薪水只有36000，地数无法度留人。尤其这几年来出现动保员真热心来上班，却为了生活无奈离职的情形。从现在到退休，我们只要没有经过行政院的调升，我们的薪水就永远都是这36000，对，不会再更高了。希望我们的专业能够被看见，而且被尊重，还有赋予相应的价值。工会也用行动剧的方式呈现反对扩大同事薪水差距，要求动物园尊重同事各种的专业、全面而且共业提悬薪水，也抗议动物园真侪摆假是沟通却无诚意，甲工会协商的行为。而且，各向台北市府代表送陈情书，希望应协助处理。我想我们会来协助啦，我们会来协助。对工会抗议台北市立动物园回应，为104年开始，到捌依照103年考试实地参访动物园了后，座谈会建议修正案，希望应调悬危险职务加级额度，来反映动物教育管理的特殊性。不过草案要搁等动物园送台北市府审查了后，搁送行政院核定，才会有效力。记者综合报道。肺癌是咱台湾癌症死亡的头一名。伫109年，有9629个人因为肺癌过身，占所有癌症死亡人数的1/5咯。卫生福利部的国健署宣布讲，7月份开始要启动一个肺癌早期侦测计划，提供肺癌高风险的族群2档会当做一届电脑断层的检查。肺癌早期容易无症状，真侪人一直到症状明显，才确诊得到肺癌。卫福部宣布启动针对高风险族群的高剂量电脑断层检查补助计划，为7月1日开始。若是有肺癌家族史的50到74岁男性，或者是45岁到74岁女性，或者是有重度食薰史的50到74岁民众，甲结婚15年之内重度食薰的人，拢应有2年1摆高剂量电脑断层检查。早期发现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是低期发现的话，它的5年存活率可以到这个93%以上，
但是如果到了第4期的话，事实上只剩下1/2。国健署强调，肺癌体检免预防肺癌的发生。不过，虽然食粉是肺癌主要危险因子，不过分析台湾肺癌确诊病例，差不多有5成的肺癌患者无食粉，也有差不多9成女性肺癌患者毋捌食过粉。专家分析，可能甲基因也有环境暴露有关系，所以伫这一摆补助计划当中，建议对高风险族群的女性年岁设定比男性较少5岁。肺癌在女性虽然是女性癌症死亡原因的第1位，它是没有办法用抽烟来解释。那现在已经知道，大概是它本身基因的一些问题，它比较容易受环境的致癌源伤害，然后有一些环境的致癌源可能有关。国健署表示，过去肺癌个案的死亡率悬、存活率低，主要是甲诊断级别有关系。加剂量电脑断层检查应协助早期诊断，降低死亡率。虽然这项检查发现结节比例较悬，不过大部分是良性的，民众应配合医师定期追踪。若确定是肺癌，佫较应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总统教育奖全国计共有50来学生得奖，其中有一个屏东潮州国中的学生王佑嘉，伊目前是住伫基构，有一段时间伊嘛真爱耍也毋过后来伊真认真拍拼来读册，去给全国科技比赛得奖，真受到老师同学的肯定，是一个真值得鼓励的囡仔。咱做伙来看卖。专心配合身躯边的同学，唱出美妙的合音。徛伫正中央的查甫囡仔，就是今年得到总统教育奖的学生王佑嘉。其实我本来是很讶异的，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只是个做好学生的本分而已。不过我也很谢谢各位老师还有主任的帮忙，才能让我得到这次的奖项。屏东县今年总共有5个学生得到总统教育奖，潮州国中3年的王佑嘉就是其中一个。虽然伊来自一个无圆满的家庭，也捌有一段较搞怪爱佚佗的时期，毋过加在有照护机构、学校一路真侪人来甲伊斗相共，嘛，互伊决心要来改变，为家己的未来认真打拼。主要是佑嘉自己本身，他在逆境的环境当中，愿意积极认真努力，然后呢，在学校里头也参与很多的社团活动。回到那个机构里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愿意花时间，然后呢，就是自己读书。他非常积极进取，包含他的课业成绩，也不会因为他家庭因素的影响，非常积极努力的向上。王佑嘉除了骨力读册，互成绩进步到全校前10名，伊也积极咧参加社团练唱歌，佮要参加全国的科技竞赛，摕到佳作，互学习的过程愈来愈精彩，受到侪老师同学的肯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清水的清泉国中有一节真特别的课，教学生搬光影皮交戏。对做戏红仔、写剧本、音乐、讲口碑，学生拢爱家己来哦。今年参加全国学生戏剧比赛，嘛摕到特优的好成绩。伊嘛已经是连续7档拢是特优咯，实在真无简单哦。学校教室关火关甲暗蒙蒙，村宝宝后壁藏一把火，因为台顶当要搬一出好戏。学生细腻人配角亲身配角，控顶甲现场拷贝。台中的清泉国中，今年就是以这出3个愿望配角戏，摕到全国学生戏剧比赛特优，达成7连霸。没有愧对学校对我们的期待，因为一直历年来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学校都是光演系特有。那我觉得我们要传承下去这个精神。剧团不是就是观众看到的这个样子而已，就是后台是非常复杂，那需要很多人去合作，去把它撑起来。啥人啊？是我啦，我文啊！哎呦，阿文哦，问无数啦。口碑讲了水气搁连转，互人料想袂到，这阵学生大生完全袂晓讲台语，为着要搬这出光影皮胶，逐工练习，每日磨练，才有今仔日的成果。众人对大台做皮胶到灯光设计、配角等等，拢总家己来，这届会当得奖，学生拢感觉真有成就感。一定是很开心的啊，因为我们毕竟大家都努力了这么久，然后拿到这个成绩，也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其实它不好抄，太大了，它有时候会卡住，然后就是很多
地方都需要修正，就是类似转身，我转不好，就是要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结合社区教育，这出培教戏借用学生踏入社区照顾时代的经验，用永伯这个独居老人的角色，展现出长辈孤单需要人陪伴的心内世界。幼稚的剧情铺排，得到众人的肯定。校方嘛希望继续来开课，让囡仔大胆开新路，用新眼光来传承传统的艺术表演。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文资会伫5月底决定要甲水上乡代替的南靖车头登录做历史建筑，按算伫8月份会公告。民众参加南靖灯厂社区的行头活动，伫南靖车站内底听老师分享故事。嘉义县水上乡的南靖车站5月底经过文资审议，8月就要来公告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长期研究南靖车站历史的南靖国小校长就认为，这对囡仔的在地教育会带来帮助。我们走读南靖糖厂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哈。那本来火车站这边都是我们的课程主题之一。火车站这边、台铁树社群这边的一些历史发展的脉络哈，大概我们会让学生从这个点来思考。虽然车站登录做历史建筑，但是边仔台铁员工宿舍群的保存，一寡文史工作者也是真烦恼，自头就拼来抢救宿舍的民意代表讲。袂当干那甲车站登录做历史建筑，边仔嘛要配合来规划。咱的家己管政府，我们先点线面，先从点开始做起，就是咱会当透过咱的设规师的计划吼，先甲这周边这环境的部分先甲伊整理起来，慢慢做，慢慢甲带动起来，会当恢复到过去吼这样子的一个南靖糖厂这样子的一个风华。南靖车站要登录做历史建筑。伫水上推动社区营造的嘉义县生活美学协会表示，社区政府大家力量替车站、灯厂甲宿舍群付出，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继续传承在地历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联合国的海洋大会，27开始伫葡萄牙举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警告讲，因为气候变迁、甲塑胶垃圾等等的问题，海洋目前的状况是真歹哦。也毋过，毛环保人士是批评讲，敢若会晓批评，还是话话其实无路用。嘛呼吁讲，各国应该爱提出具体的办法。时间5天，差不多7000人参加的联合国海洋大会，8月伫咧葡萄牙里斯本开始。第一天，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警告，海洋已经有危机。8 million tons of plastic waste enter the oceans every year. Without drastic action, this plastic could overweight all the fish in the oceans by 2050. 古特雷斯希望各国的政府甲企业用永续经济模式来管理海洋。伫海洋大会外口有环保人士郑水鱼敲说各国政府讲甲真好听，拢无咧做。Try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fact that we need to end all industrial fishing, particularly bottom trawling. 不过今年3月，联合国成员国家对保护公海免受开发的条约是也无达成共识。世界各国也搁伫咧讨论方法的时阵，伫肯亚有一群人已经有实际行动。为了要呼吁珊瑚礁，因为肯亚设一个海域是珊瑚灾。First, we get corals of opportunity, which are corals that are broken but are not dead yet. If they're left rolling around in the sand, within a few days they will die. But if you catch it early enough, which is what we try to do, we can put them up on our nurseries. 因为海水温度愈来愈悬，造成珊瑚白化。保育人员每年种8000多丛珊瑚礁，希望会当协助恢复海洋的生态。不过人为的影响可能也是会破坏这款努力，包括大型商业拖网渔船会破坏海洋的环境。另外，伫肯亚污沙的问题也严重影响当地珊瑚礁的生存。公司新闻齐冠玲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
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